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月初9的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过来今仔日是无本土病例出来，不过有6个带病入境。另外，第14期有3种疫苗通好注，民众分配登记无开放换牌注。有立委认为讲爱去核能第5发电厂，说服苏贞昌问讲要去伫倒位，也强调台湾会发生地动问题。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民进党派出林正奇，国民党确定要派出颜宽恒来补选。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出来，不过有一个死亡个案，加6个带病入境。另外，讲到第14轮疫苗登记会分时段来进行，这回有提供 AZ 加莫德纳要做第1档加第2档的，另外还有 BNT 第2档的登记。国内新冠疫情连续4天加零，初9增加6例境外移入确诊病例，分别来自泰国、乌克兰、南非、越南、阿拉伯甲美国，其中2个人是突发性感染。另外，国内确诊个案中增加1个死亡，是一位93岁高龄长者。分别是序号1，这一位是在7月、8月接种过2剂的国药的疫苗哈。那另外序号3这位是5月跟7月接种过2剂的 AZ 的疫苗。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统计，到11月初8，国内新冠疫苗第1剂人口注射率74.93%，第2剂是38.35%。为了避免误药塞车，第14剂疫苗预约平台有缘采取分流预约，将提供 AZ 莫德纳疫苗第1、第2剂，加 BNT 疫苗第2剂注射。其中 AZ 疫苗是伫11早起10点开放。莫德纳加 BNT 是伫下到2点开始预约。AZ 的第1剂跟莫德纳第1剂，那这是全部来开放，让更多人来打。特别注意是，这摆做 AZ 疫苗第2剂加开已经缩短为8礼拜，莫德纳疫苗第2剂加开也缩短到4礼拜，未少民众期待做无共牌疫苗，伫第14剂有无看到开放。我们要把这个同品牌已经有登记的先把它先完成。那才会考虑来做相关的混打。那我还同样的强调，这混打在这个月里面都有可能来开始了哈，当然也要看到后的情况。另外，随着疫苗注射率的提高，各国也陆续放零边境政策，其中包括美国、日本等国拢渐渐缩短入境隔离措施。只是到目前，日本还未承认台湾的注射证明卡，所以咱国民众入境日本有缘需要隔离14天。里面最大的一个关键还是说，我们现在还是要居家检疫14天，双方的一个互相认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题目了哈，那也在谈。那当然我们会争取了哈。另外，各界关心的做高端疫苗了后，敢是会当受到日本政府认可？但市场表示，即马还未讲到高端，目前重点犹外咧讲双方互惠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拼这个疫苗的注射率，高雄市按算要甲捷运的美丽岛站规划做疫苗注射站，彰化县也开放民间企业带规团来到注射站，而且现场会当注射，也唔免上网络登记。台中的部分注射站也是有随来随做的服务。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所提供的 AZ 疫苗唔是特别高级的匹配。高雄美丽岛捷运站的广志宫顶下骹已经排满椅啊，规划好门诊区、注射区。因为为初十开始至13，这个所在都是疫苗注射站。红线跟橘线，那就会很方便，就增加他们施打的意愿。那我们的长辈朋友就比较不一样。高雄市政府伫捷运车站要全力拼疫苗注射率，会当免疫药随到随注。若是彰化县是宣布企业公司行号，也是机关团体会当招团注疫苗，唔免去你1922平台预约，也可会当特别设置定点注射站，也是家己去医疗院所注。一般民众原来当家己预约。透过1922，你还要上网去登录是怎样？有一些操作不方便啊。如果你直接到诊所打电话，那这样电话一来一通就可以了解了啊。俩伫台中的注射站，规工嘛是人考，拢是注 AZ 疫苗。不过最近中央购买一批这个月30到9期的 AZ 疫苗，引起议论。不少民众认为，即卖一旦开放，唔免预约，都应该赶紧注。提供平台预约接种外，也透过双轨服务，提供民众可自行至合约院所预约接种，另快打站提供已到场且符合资格对象接种免预约。
台中市卫生局是讲，第13期 AZ 疫苗注射疫苗使用期限到明年1月底 ，BNT 是12月中，只要18岁以上就会当注第一期。注过第一期疫苗的爱让8礼拜以上就注第二期，而且开放免预约、随到随注的方式，希望会当赶紧把疫苗注射率提高。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伫今年有发布2年一届的国防报告书，内面有写到中国军队一直增加，引起亚太区域紧张，而且对台湾的威胁也变甲真大。唔但用军事手段，甚至用军机扰乱台湾、阵地战甲网络战这款，免用修正的方式，就会当甲台湾接落来。而我们的力量是守护每一颗。影片展现国军做好准备迎战挑战的决心。国防部发布2年一摆的国防报告书，以打造坚强新国军为中心，国军挖2年积极强化无地顶防卫作战发展。透过报告书，传达全民国防精神，针对美中战略竞争撼动印太区域情势，指出印太区域各国拢分别调整国防政策，应对中国威胁。我国位处印太地缘战略的关键位置，国军透过深化与友盟国家的军事交流，来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跟安全链结，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来确保国家安全跟永续发展。中国目标在2035年达成军队现代化。报告书列举强军对台6大作战能力，包括情报监侦、联合封锁、在火力打击部分，各式大刀飞弹、巡弋飞弹、射程拢涵盖台湾全岛，也强化联合登陆作战。部署中长程对地登飞弹，借此来威胁4个为国家干预外军行动。国军武器装备的筹获，秉持以自治为优先，针对国内短期无法自制或研发期程较长的武器装备来进行对外军购。美国对我供售既有 F-16V 型战机、鱼叉飞弹、海岸防卫系统、M1A2T 战车。报告书今年也增加无清楚地带威胁，指出中共一切言前战术、相关威胁手段多元，包括欺瞒侵扰、网络战士平时征收偷摕资料、正是攻击国家关键基础建设甲机关系统。共军也利用网络社群平台发起认知战，想要达到不战夺台。国防部目前应对的不只是传统的这种军事的威胁，也包括这种就是认知作战。中共它在台海周边这个军机的这个扰台的一个范围跟频率，也用图表呈现出来。其实这个都只是很希望让国人可以理解，我们的国防从不容易，我们的自由不是免费的。国防部运用大数据推演等方式反制强军认知战，及时发布影片，强化咱国民众心防。针对强军想要快速夺出台湾，避免外力介入，国军提升远程打击能力，也得到各项武器装备，强化后备战力，反制强军3车定律。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一届大选，落尾在野外政党组成2大联盟，摕到过半席次。目前因也组成联合政府，其中对台湾真友善的人民民主党党魁费亚拉上机会做总理。另外，受到中国施压的立陶宛，因的外交部长是挂保证，讲一定会设台湾代表处。一届新国会初备开议，5个政党领袖排归排共同签署联合执政的协议，将组成联合政府。选前在野的5个政党组成2大联盟，打败现任总理的巴比斯，以超过1半席次108席赢大选。人民民主党、传统责任甲欢迎党以及较温和派的基督教民主党组成一起联盟。海盗党甲市长以及独立人士党是组成海盗甲市长联盟。费亚拉有希望接总理。My jsme pracovali velmi intenzivně, začali jsme pracovat prakticky v tu noc, kdy skončily volby a jsme si vědomi toho úkolu a toho mandátu, který nám dali voliči a děláme všechno pro to, abychom ho naplnili. 互人当作是友台派的费亚拉，本来去年底要来台湾访问，因为疫情无来。不过共党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去年就捌来，捌3遍来台湾访问的布拉格市长赫吉普，都是属于联合执政的海盗党，一定接克新国会的立场比较较友台。另外，台湾甲立陶宛要互设代表处，面对中国一直施加压力，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再一次挂保证，台湾代表处一定会开设。总统蔡英文初到伫广播表示，两做会使真想要去立陶宛行行。最近后面甲台湾关系真好，咱拢希望爱尔兰恢复伫台湾设办事处。爱尔兰过去曾经在台湾设处，那它也是欧盟的会员国，乐见未来双方继续的努力，
拓展在更多领域的合作。外交部也讲，最近咱甲欧洲的关系愈来愈好。欧洲议会今年有12届友台的决议，在欧洲印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有5届提起到台湾，表达对台湾的重视甲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在咧12月18日公投案内面，有一项就是重新启动核试厂，北部民众是真烦恼。总统蔡英文强调讲，重新启动核试厂已经唔是一个选项啊。另外，要拿赢立委伫咧质询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时阵，也问到敢会让起这个核能的第5电厂呢？苏贞昌随甲回讲要起伫咧倒位，也讲台湾是会直接发生地震的所在。中科核数公投引起各界再度关注核能安全议题。有在野党立委认为科技进步，若讲有新的安全核能发电技术，无定就会当考虑兴建第5核能发电厂。最棒的安全的这个核电厂的一个设施，核能发电的第5厂。那委员，你认为建在哪里？啊？你认为要建在哪里？台湾有地震断层带啊。可是现在科技那么进步，就要往这方面努力。是这样。对，我都这样。跟委员补充哈，是那确实有人在提下一代的这个核能发展。是。下一代，他的意思就是发现到现在的核废料的问题，所以要去做不同的技术的改进。但是这个都还在概念性的形成当中。虽然罗兵在希望政府唔通自我限制，思考各种能源的可能性，也毋过王美花强调，政府拢有掌握，也毋过新的核能技术拢也咧发展。苏贞昌也伫备询时强调，若讲核数公投真正通过，政府就要遵照民意中科核数，将会面临安全考验。进存30几天呢，若要通过，就爱重启呢。昨我伫宜兰，迄宜兰乡亲，大家紧张到要死，讲会有害事呢。总统蔡英文也伫民进党耳孔出油无出油 Podcast 节目上表示，核数的无安全，和北部各县市首长拢伫这个议题表达反对中科核数的态度。这个核电，就如我刚才讲的，所带来的这个风险跟安全的考量，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哈，以至于是我们现在在北部的主要的县市的首长们都表达，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核四重启的这个议题。蔡英文强调，核数无够安全，而且核废料的问题也无法度解决，所以中科核数毋是台湾未来选项。记者综合报道。反对核能的环保团体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早起表示，一礼拜六要举办公投意见发表会，要邀请会当成少年人来关心的台北市机关区维杰，也就是网情瓜子加苗圃架，要加入反对方的辩论团队。另外，检调反核自救会也拍算讲，要继续来控告前官员。128公投举行进程，为即礼拜13号开始，连续5礼拜会举行5场公投意见发表会。针对第17案，你是毋是同意核四起方上转发电？反核方找来离社群媒体有影响力，会当甲少年人对话台北市议员邱伟杰甲苗博雅，要来传播反核四的理念。比如讲，像中科核四个开800亿，代价非常悬。事实的真相就是，重启核四并不是开启一个发电厂，而是又再一次开启了一个超巨型的钱坑，那由纳税人来付出代价。比较之下，希望中科核四的支持核能方，定派出一个人参加5场发表会。反对的反核方强调，要以台湾代表来指出台湾问题，强调核四并不是只有工程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标的，它本身有非常大的问题。公投没办法决定是否会发生地震，公投也没办法决定这个电厂是否会安全。即使公投通过，它也是得要接受非常非常多的检验，不管是预算、安全、环境、生态各种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在地团体严聊反核自救会甲环保联盟嘛有动作，表示要搁提告。这个对象是经济部前部长张家柱。环保团体指控，经济部103年公布核四安检专家监督小组的安检总结的会议记录，讲相关的测试甲功能验证是符合要求，安尼写是无符合事实，所以要提起告发。记者林志文5月报台北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交通部统计全国车路交通事故第30天内死亡人数上介济所在是台南甲高雄。有人认为讲是台南的圆权真济，车站顶复杂才会造成车祸；高雄的部分有人认为讲是骑车的习惯歹，才会造成意外。小客车客甲真做废铁，驾驶当场死亡。
高雄小港沿海路是高雄10大较会出代志的路口之一。交通部统计全国道路交通事故，今年1月到8月超过22万件，30天内死亡人数有1917人，死亡人数上悬的县市是台南、高雄排第1，台中第2。车祸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十字路口，就是民众超速方面速度没有把它降下来。台南市警局认为出车祸主要原因是设备路口超速，按过数据和定性专家应用发问了后，有不少人认为甲因权济路口设计复杂、后地济有高度关系。高雄民众认为死亡车祸大部分甲骑车习惯不好有关系。红灯左转，这是最猛的。行动神主牌，我们都这样说，这是很危险。斑马线还蛮多的，小路可能就没有什么在看红绿灯。高雄市警局表示，今年1月到11月初8，全市 A1 车祸，也就是24小时内死亡有158件，159人死亡。甲去年同期169件车祸造成171人死亡来看，死亡人数减少12人。最主要的噪音还是未注意车前状况哦。分析起来，其实车速是占很大的一个因素。车速快的话，你遇到紧急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及时的反应处理，所以就很容易造成事故。高雄车祸死亡大部分是无注意车前状况，亲像开车、骑车、背手机啊，若车速太过紧，可能无法度反应造成死伤。根据台南、高雄官方统计，死亡车祸人为比例较悬，要降低死亡率，还是要为安全的行车习惯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针对基隆捷运拍算第一阶段要做南港到八堵，就要开425亿。第二阶段是八堵到基隆到当时还未定案。不过前交通部长何丹丹提出，重新整理铁路网，安尼就唔免起基隆捷运加宜兰高铁站啊，电讨引起着学者认同。交通部表示讲，这个方案有机会列入来做讨论。基隆捷运前期真济，交通部研究第一阶段由南港到八堵开425亿，第二阶段八堵到基隆，因为路人伤过细，有强几个因素无确定，也引起代替机捷二选一的难题。学者表示，机捷甲代替并存，恶性循环之下绝对会上诉。需求欠缺在哪里？坦白讲，我根本没有需求量哦，因为就是说，现在台铁来讲，那我们的客运只有增加了，那真正缺的并没有一个这样的量，所以做下去来讲，一定是亏本。学者表示，建设捷运首先要思考是不是满足分量，基隆人口37万，加上少子化加超高龄化，恐惊缺少永续营运的机制。建议代替改变新车，增加北基快捷公路路线帮助。前交通部长何振丹提出，重整代替路网，除了调整东部干线改为7堵发车，基隆往返7堵路线独立，西部干线应增加帮助。伊认为安尼做不一定爱起基隆捷运加宜兰高铁。利用这个八堵到基隆的这一段呢，来重整，已经有一条第3轨在旁边是闲置的，没有用。那台铁有一道铁路可以进去，所以这里把2种轨道重整啊，就可以2种车辆可以用。从树林到七堵是这2条线，大家在抢这个轨道容量，必须要满足的一个班次。还有台北到基隆这个线，所以在这2个古道或者2条半的古道上面，我们现阶段的台铁的运转是要满足这3条线的功能。交通部回应重整铁路网会使，前提是满足原本分量。统管线台北到宜兰、台北到基隆3大条件，民进党是会整基隆在地声音，维持代替起源断点，解决房厝无够问题，甲发展轻轨改善市区公共运输。记者综合报道。成功大学医学系有一个大学2年的学生，也被考掉医生的执照，就替病人填手术了后的空水。学校的前辈伫网络顶头铺文，引起正人议论。生态早起表示，确实有这项代志，不过也强调讲尊重手术的主治医生和团队因专业决定。不过台南市卫生局调查了后表示，讲生态病院可能涉嫌违反着医疗法第57条，上悬通好罚到25万。栽培出未少医生的台南生态医学院，近期所逼出有一个2年的医学生，就上手术台替人开刀填空喙，消息一个出来，互外界拢惊一跳。会觉得对家属来说不放心，对，应该是要从旁边那个观察。哦，要是主打教授说 OK 的话，应该旁边有人应该是 OK 的啦。
实际来到成大医学院，有学生表示，学校的实习拢分阶段，就算讲敢若替人剃空喙，或一个才2年的学生就手术台，避免也受过凊彩。不过也有学生认为，若是边仔有专业的医术团队咧协助，这应该唔是啥物大问题。应该是还好，我觉得，因为只是缝合的话，那应该是不是动那种什么血管那种内脏那些手术的话，缝合应该是可以给学生来弄。是觉得应该是不太适合吧，因为以观感来说，就是毕竟如果你今天住院，然后知道帮你缝的是大二的。对此，成大医学院是强调，这2年的医学生做的是剃空喙手术，而且有主治医师现场指导。学校是尊重主治医师甲医疗团队的专业决定。不过，这学生搁另外互人也讲，伊品行有问题，捌涉嫌偷袭别人上便所。据现场的主治医师说，他因为那个伤口是很小的，所以据我所知是一个内视镜的手术，所以最后伤口带着他一起学习缝合，不是放给他缝合，那个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性平会依照他的情节的轻重做适当的处罚。好，目前我们的这个是没有违反医疗相关的法规。成大强调，依照医师法第28条规定，也未摕到合法医师资格，煞做医疗业务者，虽然有罚款，不过若是伫咧中央主管机关认可的医疗单位，有医师指导实习的医学院，学生也是毕业生，就会使免罚。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联合国 COP26 气候会议进行到第2礼拜，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出现伫咧会场，伊也批评中国、罗西亚这2个国家领导人无出席会议，真使人失望。伊也呼吁其他少年的领袖千万唔通失志，应该赶紧来改变这个社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6摆缔约方会议，简单叫做 COP26， 预定第2礼拜也是最后1礼拜。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侧背也出现伫苏格兰格拉斯哥，呼吁富足国家应该解决甲开发中国家近年来气候融资问题，佮批评俄罗斯甲中国伫阻止温室气体排放缺少迫切感。I have to confess, it was particularly discouraging to see the leaders of 2 of the world's largest emitters, China and Russia, decline to even attend the proceedings. And their national plans so far reflect what appears to be a dangerous lack of urgency, a willingness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奥巴马伫一场甲少年领袖的会谈表示，少年人绝对有权利感觉动怒，因为因这一代人无够努力解决，致使下一代爱继承灾难性的气候苦果。But I also want to share some advice my mother used to give me. If I was feeling anxious or angry or depressed or scared, she'd look at me and she'd say, don't sulk, get busy, get to work, and change what needs to be changed. And luckily, that's exactly what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doing right now. COP26 初稿的议程将目标转向性别平等甲创新科技发展。联合国妇女组织声明指出，女性卡考案比例承担气候苦果，尤其伫产出地区面临更加高风险甲沉重的负担。确保女性应领导解决气候变迁问题，是对抗气候变迁成败的重要关键。若是要研究出具体做法，适应气候变迁影响，各限制全球升温1.5度之内。那安尼，就要有科学甲创新。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欧洲各国的疫苗注射率开始超过70%，不过开放边界了后，因的确诊病例搁再抢悬起来。亲像丹麦，因的疫苗注射率要到86%，不过疫情却受夹起来趋势。当地政府也决定要恢复健康通行证的制度。今日要餐厅到柜台摕出疫苗注射证明，互店员看。这是丹麦今年5月要推行的健康通行证措施，一度伫9月7日取消。不过伫全国12岁以上的人口疫苗注射率达到85.9%了后，疫情煞个反弹，一天确诊病人的人数是取消措施时阵的4倍。互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决定恢复实施健康通行证。So I think the whole system with a Corona passport makes sense. It makes people test themselves sometimes several times a week and have proved to be a very efficient tool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
伫德国是过去7天内底，平均每10万人内底确诊胃肠的人数增加201.1人，比过去12月创下的197.6人的纪录搁较悬，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因为德国的疫苗注射率无到70%，政府除了要求民众注疫苗以外，嘛会恢复免费提供体检的措施。Sofortige Impfpflicht. Mit allem, ohne Wenn und Aber. Mehr fällt mir dazu nicht ein. Das ist lange überfällig. Ja, anders kriegen wir die Nummer nicht in den Griff, dann waren 3 Jahre noch rum. 大力协商国民伫12月组织新的政府的3个德国政党已经确定袂延长即摆的经济状态，也毋过嘛提出草案，有个修改即摆的法规，要甲强制民众挂嘴暗，而且伫公共场所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维持到明年3月。若是对防疫真重要的工具嘴暗，比利时的国家卫生研究所伫10月发表的报告显示，有真侪用合成材料做出来的嘴暗有潜在致癌物质利用化态。也毋过欧盟执委会表示，目前无证据显示这款嘴暗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民众也是会当继续用这款的嘴暗。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法国伫过去70年之间，有超过216000个未成年囡仔去互天主教的新职人权操打。相关报告调查出来，有影是挖出真侪垃圾袋。法国天主教团的高层找5跪落来忏悔，这杯也宣布讲会甲教会资产卖掉，用来补偿这寡受害者。因来支持独立委员会继续调查案情。法国天主教会顶个月发表一份独立调查报告，内容指出，新职人权为1950年到2020年之间，至少对216000名未成年人性侵。那将教会的学校教师等，毋是新职人权大力计算受害者人数，也将增加到33万人，其中大部分拢是青春期进前的查甫囡仔。这寡情况继续70年，一直予点点的面世调故意暗藏。报告敦促教会，就算多数案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也是应该赔偿受害者。法国主教团册被回应，将采取一系列行动，包括为教会资产进行赔偿，而且为动用民众对教会捐款。Les évêques de France ont décidé donc d'abonder ce fonds autant qu'il est nécessaire en se dessaisissant de biens immobiliers et mobiliers de la conférence des évêques ou des diocèses. Et nous avons aussi décidé s'il le fallait, de souscrire un emprunt pour pouvoir honorer nos obligations. 除了金钱赔偿之外，主教团也答应成立独立调查单位，厘清个别受害者甲因的控诉，搁成立特别法庭，审判法案的新制人权。法国天主教会设立的基金将为明年开始支付赔偿，搁要求梵蒂冈派1名观察员协助审查。法国教会回应。这份长2500页的性侵调查报告，对法国天主教会造成真大压力。主教团册5头一摆正式承认，过去对建校代拢无咧插，致使恶化成系统性问题，所以应该负起其个责任。主教团各界成员齐了前往圣地罗德圣保堂参加纪念仪式，也归落来忏悔。公司新闻时会中编译。因为透过社群媒体报道武汉地区疫情状况的中国国民记者张典，去年去互中国政府判刑，就要关4年。这批无国界记者组织甲张典提名新闻自由奖的杨喜奖。不过张典最近身体无啥介好，外界也烦恼讲伊有生命危险。美国国务院对这件代志是真关心，也呼吁中国政府就要赶紧甲张典放出来，甚至要求中国就要尊重言论甲新闻自由。有律师身份的中国国民记者张典，去年因为前往武汉探访新冠肺炎疫情，搁伫社群媒体发布消息，互中国以故意者代志判有期徒刑4年。张典拒绝认罪，伫加价半绝食抗议，目前健康恶化。张典的阿兄张继表示，身高177公分的张典，目前体重较无40公斤。因的妈妈去看了后真伤心，因为张典看起来变甲消瘦落肉。美国国务院也持续对张典表达关心。呼吁中国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We have repeatedly expressed our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arbitrary nature of her detention and her mistreatment during it. We reiterate our call to the PRC for her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and for Beijing to respect a free press and the right of peop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freely.
无国界记者组织特别公布今年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提名名单，中电得到提名勇气奖，另外香港立场新闻也得到提名独立奖。无国界记者组织特别发出新闻稿，呼吁中国立刻放人。长期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华人民主书院认为，无定着伫外交压力下，引用过去律师民运人士王丹的例，互中电包括就医。我想最有名就是王丹了，好，他就是保外就医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当中，他把他的政治犯作为人质来交换他的国家利益、党国的利益，把张展做政治性的处理，也符合人道，也符合中国的法律。詹建元认为，只要中国无按算改善人权的自由，亲像张电这种的案例，也是会伫中国甲香港继续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2009年，马来西亚有一位智能障碍查甫人纳加德兰遭诉43公克的毒品到新加坡，去予当地政府判死刑。本地伫咧11月7日特别执行啊，不过包含着马来西亚首相在内，有真侪团体拢呼吁讲，纳加德兰的智商无到70，真明显是去予人利用的，呼吁当地政府就要甲伊特赦。新加坡高等法院初到下晡表示，纳加德兰因为起点着无法起验，已经先暂停执行死刑啊。也标起发废死拯救纳加德兰的口号，真侪马来西亚废死团体齐备伫大马的新加坡总领事使馆外口，伫新加坡高等法院当期暂缓执行智能障碍者纳加德兰死刑的决定了后，感觉真安慰。We are happy that there is a stay of execution, which means that he will not be hanged on the 10th of November. But the fight is not over. We are still demanding for the commutation of his execution. 纳加德兰的辩护律师也表示，伊的当事人本身也是贩毒行动当中被利用受害者，伊需要是治疗和帮助，应该被释放。What I hope to happen is that I will be asking the Court of Appeal to set aside his death sentence separately in another application, and therefore Nagindran's death sentence should be exonerated, set aside, and he should be released to his parents. 今年33岁马来西亚公民纳加德兰，2009年走私的43克的海洛因进入新加坡。新国法律规定，若犯分超过15克海洛因，就会处死。所以新国法院自2010年11月判处纳加德兰死刑。原本这个月7日复发，不过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纳加德兰的智商只有69，比一般人的85到115较低。伊也有小可注意力无够过动症，是边缘智力患者。就算安尼，法庭依然认为以上障碍依然无够以总结纳加德兰属于精神失常。包含马来西亚首相、外交部、新加坡反对党甲非人权团体，拢呼吁暂缓死刑。超过6万人的请愿书也请求新加坡总统雅各布特赦纳加德兰。Of course, it's cruel and it's unnecessary. It doesn't solve the problem as it's been around for years, 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drug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Singapore. 国际特赦组织批评执行纳加德兰死刑卑鄙残忍，后面也伫顶一周末呼吁新国唔通安尼做。辩方主张执行假刑违反新国宪法，也发起宪法挑战。公司新闻机关请辩护。法务部调查局进前毒品失录、侦查笔录的外泄等等风波，这种风声讲局长要换人，会由桃园地检署检察长王俊立来接。现任调查局长卢文忠表示，一切尊重长官安排。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目前还未接到相关的消息。敦加那线毒品伫调查局长卢文忠主持之下，展开每年例行的毒品消费。这可能是伊最后一摆亲身主持进行调查局连续逼出调查官调包毒品、笔录外泄者的案件，形象重创。卢文忠前一摆会室内，佫表明愿意负责，即马传出伊要调回高检署局长换人做。我自己是没有接到这个消息的。我想这个任何的消息，我想还有任何的长官的安排，那我都尊重。伊强调尊重上级安排。伊捌伫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阵，讲出就代秘有科技引导秘有白痴等言论引起议论，伊回应，因为大部分调查人员伫工作上正认真，不过拢有操干透浪。其实他只是
一个形容词而已的，形容一个单位，在人多的情况下，难免会有一些害群之马。风车新任调查局长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长王俊立，正在学校法律系毕业，正大法律所硕士，司法官学院29期结业，受过军方国安训练，资历丰富，捌做法务部检察司司长，桥头连港甲平湖地检署检察长。就连吕文忠也形容介强势真久，对方工作认真，真优秀。不过对局长承受变动，法务部长蔡清雄安尼讲：目前消息还不很明确，那当然外面的传闻很多啦。不过还没有正确的讯息可以来告诉大家。调查局是国内上大情报系统，除了侦办刑事犯罪案件，阁牵涉国安等议题。吕文忠是为蔡清雄了后第2位检察体系出身的调查局长，有军人背景同款是检察体系王俊立是不是应接这重担，受到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地检署有一名涉案的检察官去向检举讲，在咧侦办案件时阵会用无正当的方式逼人认罪。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认定伊有过失，该移送天界法院。天界法院也判这位涉案的检察官要罚10个月薪水。在伫草皮照相纪念这名新北地检署涉案检察官，方指控对被告无正当讯问等方法，逼迫真济，要侦办一件窃案，搁较踢着对方80月连篇，也搁伫检察官论坛以不雅的字批评律师。检评会列出4大灰色，以上点解建议以刑改处分。点解法院这部法庭审理了后，判涉案检察官罚薪水10个月，会当个上诉。我们主法庭的合议庭认为说，申诫处分过轻税改以罚款，现实的那个月俸额总额是罚10个月。合议庭指出，涉案检察官主观武断、思想偏激，情绪控管无好，一再违反办案程序规定，甲检察官伦理违反，破坏检察官专业公正形象，威胁经济重大。也毋过可能司法伫伊拄分发前几年，经验犹原不足，而且伊坦白真错，目前也是后补检察官。所以以罚薪水处分，会当达到警示效果。我们本署是会尊重这个惩戒法院他们的判决。那不管是过去、现在跟未来，那我们会这个提醒检察官在办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们要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对判决结果，新北地检署表示尊重。回顾最近几年，受顶届司法官、台南地院细主法官无请假外出，早期钓鱼啊、甲种菜，罚薪水1年。迄当时担任台北地院细长法官，是案件延迟数伤济，开庭迟到无出席，方罚薪水6个月。民间司改会认为，有记录的司法官爱国教育，搁较应该加强监督机制，以防影响人民诉讼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由农委会甲彰化县政府所主导的田中3面农地定位，整个逼出争议啊！今仔日要举行协进会委员选举，想要到反对定位农民甲台湾土地正义行动联盟到现场抗议，也发生冲突。农民有报条化后想彰化县田中镇3面农地彰化区协进会初9举办推选委员选举，场内咧投票，场外咧抗议，反对中会农民真不满。安尼敢对？干来咧去伫遮老伙仔来敢对？面前啊是大以上。来相关的台湾土地正义行动联盟理事长李惠珠疑似附近和民众攻击，当场向维持秩序警方报案。他非常的激动，直接就过来用他的脱下他的帽檐，就直接从我的手打下去，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夸张的地方。3面农地彰化区一直有争议，反对组造成自救会，农民表示，中会说明会举办一摆，缺少沟通。协进会委员选举过程，各流出疑似内定名单，互人无法度接受。不过支持这边家庭理定情会经过中央同意了后，中会前置作业定公所依法召集所有权人，并因为少数人甲民代反对，互中会案行回头路。抗议啥？无啦，迄民意代表袂使出来干涉遮啦。干涉伊敢有土地伫遐，因根本咧民意代表嘛无土地伫遐。从化委员选举产生了，要来解决咧后续一寡问题的时阵，莫讲有少数人的意见，就来甲这个讲
三面窗花吼，怎啊甲伊废掉，甲伊暂缓，安尼就等于拢泡汤去啊。中华县府表示，农地中会协进会委员选举无需要过半数选举人投票同意，依法推选产生度合理。若过半数农民依然反对中会，政府必须违反大部分的民意。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南口有一间资源回收场，伫咧主体用地顶头违规经营。加上这个噪音，互人检举20多届，市政府要求业者就要搬走。不过有议员代替业者来申请，想袂到说讲出这回收场内面有上亿个柴壳放伫内底，市政府也下令讲，这礼拜一定就要搬走。资源回收处理过程机械一直有真大的声音，附近的住户不满业者伫南口主体用地违规营运，产生噪音污染。最近新北市政府要求拆迁，也毋过市议员批评官员无必要将资源回收的艰苦人讲甲敢若歹人，所以找白质询的时阵替业者清明，希望市政府各还淡薄仔时间。另外来讲，你知道基层那些阿公妈怎么说我们市政府吗？现在公务领完就惨了，你看一下后面那2个货柜。你知道他这里面的木头上亿啊！他1根的木头给他女儿当嫁妆，1根木头给他女婿儿子当。哇，那他有钱啊，他哪有没钱？议员是讲，场内货柜内底有上亿个柴壳，电动去互新北市政府找到下晡大动作去稽查，要求这礼拜要拆完。业主的查某囝是承认，违法伫主题区经营是因唔对，不过也法院往柴壳唔是偷错的。先跟住户说一声对不起，我造成他们这4个月来饱受噪音跟环境，但是是不是盗采？放心，这个都是合法标售。我如果有上亿，我不用来做资源回收，我就躺在家里面。业者是讲，因原本伫桃园龟山经营资源的回收，不过互人检举讲是农业用地，今年佫搬到新北南口来租地。不过是安怎无愿意伫规定的工业区，还是产业专区来起回收场？业者是讲租金成本贵2倍，因甘愿甲利润互这个扣2的人。阮囝吼买厝立贷款，爱立贷款无通好食，我就爱家己饲家己，80外岁啊。互阮大家拢有饭好食，爱少年人哦，爱趁食饭咧。回收场的介绍袂歹，扣2的人知影业者，互人下令关抢情绪激动。最近5个本寿山原来整理做绿地，凸显资源回收用地要走找无简单。不过业者互人检举开单，敢来当依法搬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家己埔子有一间100多年的三合院，本地是强迫放达。加在这做土水的厝主呢，是唔甘做厝囥咧远，一个人开20年的时间，豆豆精修，即马变做是埔子在地一间真有特色的建筑物啊。砖仔顶面的图样用刀啊、豆豆啊、甲木啊，这间厝内底有各种无同款制的砖仔，拢是这位土水师一个人一块一块慢慢啊贴起来。因为唔甘把活动的租厝害去，所以只要有闲就当来修理，这一做就做了20天。怪兽来的差不多1个小时、2个小时就全部，全部都变成平地呀！后日一定生草的啊，对不？我即马我个想是讲，无我若个起起来，我起起来，这就若要起就规个总到尾就一定总起啊。这间老厝内底，各看就用这个较高的壁，当初因为上久放弃，本身会晓做土水的厝主，为时来到室外，唔能用砖仔来展示功夫，嘛展现创意。互这间100多平的老厝，成做埔子市一间真有特色的建筑。以前咱古早的庙、古早的庭院有人做安尼，毋过这个技术已经断去啊，无人咧做啊，所以即马搁恢复起来，搁用咱迄个传统的迄个怀旧也好，还是讲鼓励也好，会当教育咱的后代，咱后代来遮看。室内室外的壁拢用砖仔做出无同的花草。听到外口的窗花，每一道拢无同款，甚至佫用砖仔来做刀夹。厝主开20天的时间，豆豆啊修整老厝，佫用创新的做法，互贴砖仔起厝的工艺展现无同的美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竹的关西水溪溪车库暗时传出鱼仔冰岛死几片的消息，环保局派人到现场稽查，发现讲是一顶工厂的盐酸管破去，致使溪水受到污染。在地乡亲是真不满，来到工厂门口抗议。溪水内底鱼仔已经冰冻，现场阁闻到酸臭味。环保局接到通报，派人到现场检测，发现水的 pH 值敢若剩1.07，
对早发现是附近一间工厂的盐酸管破气所引起。施工人员的不当那造成管路的松脱，那尤其加上前一阵子地震的影响，那导致管路的这个破裂，那才造成这个盐酸本身的泄漏。发现他们是在顶楼的一个盐酸桶的部分的输送管线破裂，造成外漏。那应机可能会大概上次采取金额在6万到2000万左右之间。面对我们的关心的乡亲，你一次就给他解决，好不好？在地乡亲不满溪水受到污染，来到工厂门口抗议，要求厂商负责，而且连面停工。85年到现在，举报的我们没说没举报的，举报的裁罚就20几次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表示这一家公司它非常漠视这个环保的法规。后尾经过协调，工厂除了爱完成水质检测，所来也需要担起溪水护育经费，再继续抗议事件。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屏东县是全国水道水普及率上界低所在，到今年民众厝内面接水道水的比率总算是破60%。不过，也有6个乡镇，甚至是屏东市内有5个里，使用水道水的客家无够1成。有一寡时代认为讲用地下水较方便，唔免纳水钱，才唔装水道水。水道头甲全开流出来，唔是自来水，是地下水。来到屏东市海丰社区，家家户户拢有家己的井，居民生活拢抽地下水。以来我用马钱洗碗、洗菜、洗身躯，用地下水。规个海丰地区5个里拢无自来水，居民拢讲真惯势。毋过半冬前捌抽无地下水，最近县府嘛咧推设自来水，开始调查里民意愿，按算明年动工。半年前智慧我看拢一直在抽无水啊，较深的、较浅的拢只有抽无啊，抽无就一个电弄。反对的人是要足济啊，都无人爱弄，我嘛无爱。甲阮厝边大个嘛，这弄落咱都抽无水啊。目前，屏东县也有联络内埔、德田等等6个乡，甲屏东市5个里自来水接无到1成，全屏东自来水普及率今年才到61%。厝离咱迄个台水的管线，那伫即个25公尺以内，阮拢专业公部门拢专业补助即个接管的费用。若超过25公尺以上的，另外就搁补助1/3安尼。除了补助，水利处表示，较浅的地下水加减会受污染，希望民众要是改装自来水较安全。记者邓亚文、罗维做屏东报道。警政署统计，每2位时代失踪的事件内面，就1个是因为失智症。另外，有4成警察认为记录失智症患者资料的爱心手链，对警察倒找这个失踪患者是真有帮助的。不过，时代也惊讲挂这手链会受人歧视，因就无爱挂。失智症协会今麦有推出一种新的联络卡，提供无同款的选择。洗过身结伫牌仔的红色锁匙圈仔，抽出内底卡片，有主人的基本资料等等。这是台湾失智症协会新推出的紧急联络卡，会使互行唔知路失智症时代得到帮助。有40%的这个同仁认为这个佩戴爱心手链有帮助，接近3成认为这个带 GPS 定位的辅具有帮助。2个有点互补 ，GPS 是主动的，你可以主动去发现它这个是被动。当人家发现或是他讲不清楚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台湾去年时代失踪事件大概有4500件，其中有2145件跟失智症有关系。大概每2位失踪的时代，就有1位是失智症。我们在整个失智人口里面的3/4是轻度跟极轻度。而轻度跟极轻度呢，行动能力基本上都很好，行动能力很好，加上他认知功能的一个障碍，方向感不清楚，其实就很容易会走丢。爱心手链就是很多长辈就觉得它很难看，或者是觉得说它好像给他贴了标签，亲切一点的紧急联络卡。协会表示，紧急联络卡伫设计时无任何失智症的标签，除了提升患者使用意愿，一般民众嘛会使伫顶悬记录家己的医疗状况，当做一般医疗资讯卡来使用。记者郭本陈派文台北报道。
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民进党已经派出前立委林正基，国民党的人选今日确定了，党主席朱立伦今日暗时陪同前立委颜宽恒正式宣布要投入第2选区的补选。那有朱立伦，也有台中市长卢秀燕、国民党立委江启臣，也有在地拿赢议员做伙来陪同。针对着立赢一直讲因严格欠钱唔行、欠效唔行的问题，颜宽恒也出面陪会。另外也风声讲颜宽恒的老爸颜清标要上北去拜访朱立伦，替颜宽恒的参选做最后的确认。讲到咱台湾宗教的工艺是百款，一顶新面帽啊，就真侪美角。带观众朋友来看台南市新名金宝保存者桂春福老师，伊做的新面帽啊，有影是真有咯。人起来一看，伊就我当然知影讲，这顶是我桂春福做。讲到做金帽的经验甲历史，春福师通好讲几啊点钟。春福师做新面帽啊经验，会当讲是台湾新面帽啊历史见证。那对一开始拍金仔的功夫贴起，到落尾金帽、东帽、纸帽，春福师的功夫拢学真透。因为金帽是完全纯手工的，东帽迄有一部分吼是用夹板的，纸帽是规个拢是手工的，叶刀啊挂，迄个图案是叶刀啊挂。传统来的帽啊，咱袂当去共改变。春福师讲做金帽上界注重的就是拍板啊。春福师做出来帽啊，新名滴起来拢拔拔，数十年累积起来好功夫，是真侪大标指定春福师爱来替开机的时阵做帽啊。就算目前春福师已经有2位查某囝加师仔伫咧斗做，不过金帽上界重要的拍板啊，也是爱春福师亲身出马。你袂使要求讲一个真布拉师傅吼，讲尽量遮，这边遮要甲写起来，是迄边遮要甲收，我若袂使。因为每一个真布拉师傅有伊的风格。咱袂使破坏着伊的风格。春福师有一个心愿，就是替每一种新名帽的造型做详细记录，而且拢做一顶银帽留落来做建本。底片啊，就是我已经拢甲整合好啊，个形体拢甲改到足白白啊，看起来会安水面咧，安尼亮刷刷的。后壁人伊就免为着这个传统的形体哦，搁再伤脑筋唔免。透过资料记录金帽建本，桂春福甲金帽工艺传承落去，伫身躯顶看到台湾工艺师对艺术顶真的态度，这毋但是伊透世人的心血，更加是对台湾金帽工艺传承。记者陈家豪台南报道。现在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5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是对16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是对17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4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同的时间再会。